今日係2021年1月9日，我哋用每日箴言嚟到同步靈修。今日嘅主題係撒種。我哋睇馬可福音第4章1至9節，13至到20節。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，有許多人到他那裏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。船在海裏，眾人都靠近海，站在岸上。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，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：你們聽啊，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撒的時候，有的落在路旁的，飛鳥來吃盡了。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發苗最快，日頭出來一曬，因為沒有根，就枯乾了。有落在荊棘裏的，荊棘長起來，把它擠住了，就不結實。又有落在好土裏的，就發生長大，結實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又說：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又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？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撒種之人所撒的，就是道。那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撒但立刻來，把撒在他心裏的道奪了去。那撒在石頭地上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立刻歡喜領受，但他心裏沒有根，不過是暫時的，及至為道遭了患難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還有那撒在荊棘裏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後來有世上的思慮、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，把道擠住了，就不能結實。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聽道又領受，並且結實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如果有人同你講一個故事，故事個開頭聽起嚟有啲特別，你就會被呢個故事吸引咗。你會嘗試明白嗰個人點解會以一種嘅方式嚟到講故事。舉個例，農夫隨意咁樣到處撒下佢寶貴嘅種子，其實係唔合情理嘅事。然而，有一個農夫果真係咁樣做嘅時候，實在係太浪費同埋愚蠢啦。耶穌邀請我哋嚟到關注呢個農夫，作為佢比喻嘅開始。從務農嘅角度嚟到睇，撒種嘅人實在太大意啦。但係喺一度，耶穌唔係喺度提供緊農耕嘅意見。佢喺度舉例說明上帝嘅道點樣嚟到被傳播，以及人係點樣嚟到領受呢一個道。喺耶穌嘅比喻當中，農夫撒種之前，並沒有去判定泥土嗰個嘅品質。上帝嘅道被傳揚出去嘅時，傳道者亦都冇假定人心靈嘅狀態。喺種子被撒落去之前，有邊個能夠預知泥土嘅狀況呢？撒種嘅人只管將種子撒下，佢係唔會預先估計所冒嘅風險同埋結果嘅。佢只係負責將種子撒下。我哋往往禁不住咁樣從責任管理、效率、投資風險同埋盈利率嘅角度
嚟到衡量事物。然而，身為罪人，我哋係耶穌所冒嘅極大嘅投資風險。但係我哋要感謝上帝，佢嘅道已經臨到我哋當中。今日上帝已經將佢嘅道賜俾你，你將會點樣嚟到去善用呢一個上帝賜俾你嘅道呢？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主耶穌啊，你冒咗好大嘅風險，將你滿有恩典嘅好消息傳揚俾我哋。若果冇你嘅道，我將會係幾咁嘅無助。唯願我一生都持守你嘅道，並且喺上面生根成長。奉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